地產代理虛假陳述、展示偽造嘅合約去抬價，最終要賠個買家至少係1.43億元。呢件事喺成個地產代理界都幾轟動。所謂地產代理呢，我覺得本來做到一單大標呢，尤其過億，其實本身係一件好事。而家就賠喎。咁事源喺2012年嘅5月，黃雀會嘅關國基先生就委託中原向雞競麻雀館創辦人林延坤嘅後人購入油麻地廟街坤然大廈整棟大廈嘅業權。當時關生諗住出2.7億元，佢認為呢口價已經高過2.5億元嘅股價。同年嘅6月，中原嘅地產代理聲稱有其他買家出價係3.38億，同埋佢展示咗另一個代理行第一太平戴維斯嘅一份合約嘅付款。喺呢度我有個疑問，除非個業主願意將其他人嘅 offer 轉手傳出去，唔係嘅話，兩個代理行存在一個競爭嘅問題情況下，其中一方係好難攞到另外一方嘅合約文件。除非個業主想再買高啲，咁作為一個競價咁嘅形式去競，呢樣嘢就關生就中招啦。佢真係以為真係有人同佢搶。當時阿關生就為咗取得成棟大廈嘅業權，按照中原代理嘅講法去出價，最終係出到去3.47億元，並喺2012年完成咗成單交易。資金大買嘅交易，買賣雙方通常會有機會見到面或者傾到偈。之後阿關生就發現市場從來都冇第一太平戴維斯嗰份合約，所謂嘅潛在買家連業主都未見過，所以阿關生就覺得有人出示虛假嘅第三方合約，用作抬價，令到佢出多咗8000萬去買呢個物業。因此喺2014年，關生就入稟法院去控告兩名代理同埋中原嘅誤導，要求賠償翻購入價同埋股價中間嘅差價。佢計出嚟就9700萬。案件就喺2023年同埋2024年就聆訊啦。經過11年嘅擾攘，高等法院喺2025年嘅4月19日就頒下咗裁決。法庭就接納咗原告阿關生嘅陳述，認為所有被告都違反咗受信嘅責任，而中原呢間公司咧都需要為兩名地產代理嘅行為負上轉承嘅責任，即係你旗下班僆嘅責任，你都有負嘅。變相嚟講，中原想棄出補稅，有機會係行唔通啦。法庭裁定呢個物業嘅估值2.67億元，即係原告嘅損失就係3.47億元減去2.67億元嘅差額，即係8000萬，需要3個被告去賠嘅。除咗賠個差額之外，仲要賠埋本案嘅訴訟費同埋律師費，都要賠埋呢8000萬由2012年12月6號成交日開始計起嘅利息。利息係點計呢？就係用最優惠利率 P+1 嚟去計算。哇！如果以當時去計嘅話，基本上接近係6點幾厘。有人就計過，截至2025年嘅5月22日，呢個涉案嘅款項嘅利息已經超過6300萬。換言之，未計過訴訟費同埋律師費，3位被告要支付最起碼係1.43億元，都賠得好金。中原嘅創辦人阿施生就表示會上訴，因為基於法律嘅程序就唔方便透露。呢件事對我嚟講都幾震撼嘅。你諗下，一個普通嘅 agent， 你就算做到一單大標，你都冇可能賺1億。而家3位被告合共加埋要賠嘅接近1億5。我相信個代理行應該會賠多數嘅。如果喺冇得起足保居嘅情況下，就算賠少數，我覺得都起碼1000萬起。我要賺嘅錢要嘔出嚟之餘，仲要賠多1000萬俾人哋。所以做生意誠信真係好緊要。今日嘅分享就係咁多，我係路易斯，我哋下期再見，拜。